哎，瑞瑞，这件好看吗？哎，很可爱哎，这样送我，那我们一起拍一张。不要啦，我害羞。我送你，我自己拍。一起来拍啊！那我们开始拍照了。不要了，快点，快点，一起，不要，糊掉，快点，回来，来，不要，好啊，好。你的表情很像一只马哎，就说不习惯拍照啊。好，不然你再去拍一个送给我。不要，快去！不要啦，快去！不要你快去拍！你去，我叫你去拍照。你去啊！对不起，这个我会修啊，我修好还你，好不好？我带回家修好还你。好，好啦，对不起啊。还说你会害羞，什么不喜欢拍照？看你根本就是爱上了拍贴机。干嘛那么不小心哦？好，不然你换点上去走。来啊，走红线哦，那么简单。眼睛要闭起来。好啊，看，厉害吧？太厉害吧？你故意的？谁故意？就只是说笑，就只是大闹，我莫名其妙乱了心跳，偶尔的念头，不如就忍受，让心动成为一个人的享受。偶尔的念头是想让你有不选择我的自由，最想说的话交给余光的点亮，我需要一点时间。选择你哎哎，想要有以后，你想过没有？那对了，不会。怎么只买一瓶？啊，我就刚好做10块啊。哎，你这个复习做的怎么样？哦，这一题啊，有，我昨天有读到这一题。下次我再多帮你复习，看会不会分。很扯哎，理化作业到现在还没做完。我想说很简单，现在再做就好。是因为你爸帮你加新课吗？哦，对啊。什么课啊？就上礼拜新找的那个老师的课。课很难，老师也很严格。所以是因为这堂课你不能用手机咯？上课不能用手机。是因为老师，还是因为徐启章？你为什么要说谎？我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
你想好了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啊，我看一下。说了。我跟瑞瑞吵架了，我骗他说我最近都在上家教，所以找不到人。哦。没事了。你跟他那么好，他又这么爱你，一定可以和好了。是吗？哎，有动。眼睫毛哎，看到。这样子好运就会来了。赶快写啊！担心你自己就好。